你是咧大张哟？干你老气！太你错了！校长啊，是的啦，你讲你欠麻烦。主任，歹势，真正歹势。梁老师啊，真的对不起。啊，你尤忠义吼，平时咧好好甲同学相拍，啊就算了，啊今仔个拍老师，你看要安怎处理？恁爸老婆看多啊啦，唔捌看过像你这款样的啦。人老婆吼，嘛知影尊敬老师，而且拍老师，这叫孙啊啦，这不是叫老婆啦。向前放手的。他说你是流氓。哎，王老师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警察不是流氓是什么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这不是流氓是什么？哎，是你讲我流氓，我才推你的。哎，你现在把话讲清楚，阿婆我帮你说哦。怎么样的老子就什么样的小孩，长大一起做流氓。你是恭喜啊！你恭喜啊！左边，来了，左边。哎呀，你打得好！这种老师啊，跟学生打架大欺小哦，不会跟你小了，你才是流氓啊！你们警察都是流氓！喂，你讲警察流氓什么意思啊？打一个啊！坐下，你干嘛？你起来了啊！你嚣张什么？你不要用枪啊！不要用枪啊！谁打谁的啦 ？OK 好，校长你没有看到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！你是咧大张哟，干你老气！太你错了！